那么有的时候一在你找不到，就上面挂边花花边下头是呢，阿巴拉哈家米他妈挂边在头话韩国塞娃娃那么别个乌沙贝克挂边塞个你下咯，阿巴拉哈一家米的你那个他呀，爸爸乌沙嘞一代夸咯，一嘞乌沙的是要妈妈啊，乌沙嘞一代是有是呢和我觉个咯，侬爹妈没挂边多嘞，侬在我家和我觉个呢，从学大妈皮拉子呢本身呢，一代和我觉个咯。我嘛不懂你塞个你想嘛呀，超市大嘛体育课那个专嘛你嘛呀，阿里是你嘛俺咯，别白嘛对接挂别塞个你想咯，阿巴拉哈呀，他嘞多拉个干那一啥子落在但俺们好多拉咯，他嘞好多拉的，我啥嘞一话的，我觉个嘛呀么。俺家头嘞个啦嘛不多，一万你把老板那讲么？一啥子呢？一年头嘞还来可多头嘞个呀咯，头嘞个呀他阿巴拉哈，一你嘛可那个么？一我家宠物啊，我女嘛和他是有呢，侬家我啥子啊？么我的干嘛嘞有别白什么也嘛也么？超市大嘛你嘛呀，阿里是你嘛俺咯，一啥子在苦生的么？侬女嘛是有别个咯么？我家老大他妈俺们一女嘛家嘛是有生的，一家家嘛没过也有富过么？嘛家嘛没全没干那些他妈的呀，阿巴拉还在个大个有么？我家阿巴拉还我别就是你他家。你嘛下头你嘛落都叫了么？苏嘞四大爷嘛，老大爷嘛，嘛鸡嘛一百个这大爷咯。哦，过来俺们一年乌山那个么？乌山泥了那个一年超市大嘛，你嘛个别可远了，他妈有别个所有都俺了。我嘛不懂，你有乌山还来所有一啥你咋不去那个俺们？可着从我看去那个，其实是个。我来家过个，苏嘞阿克鸡嘛，是有大爷是呢，有别个阿克嘛鸡嘛，就是这大爷他。他那是不都晒来块什么，弄来块什么，他那是他个一直别晒给你想咯，超市大嘛阿巴拉哈，你嘛我嘛得有都在起来这别晒给你想咯，我讲阿巴拉哈人一旦这个大爷嘛，明年我嘛没去没搞，我嘛我一天的点点的，为啥的一旦下脱了，阿巴拉好，你嘛他下，你嘛他做，就是侬点嘛没他妈的，我侬在跟我就干么。侬拖嘛明年他妈的我就干么别把是呢，为啥的你不干了？我嘛不懂要家嘛人你咋不？侬别个为啥的个我就个大嘛人没去没干俺们，所以家嘛是有大爷是呢，侬别个嘛鸡嘛个大爷俺们，我嘛瓜别鸡啦子巴拉是呢，爸爸为啥个咯？哈利路亚，他嘛瓜别有塞哇有巴拉子，我嘛不懂，超市大嘛你嘛别白他呢，阿里水果有的。我那俺们乌沙的项目别白是呢，阿巴拉哈那边有乌沙里了的，有人他嘞可有巴拉这边是跟你说了，他嘞可有嘛瓜边阿巴拉哈呢，一点嘛没呢，我啥小啥没皮拉了，老大有石油大嘛没呢，也没人家阿里个呀么。也没人家阿多你出那么没他的个呀了么？我家他的个呀他超市大嘛，你嘛在那把你呀，阿里是你嘛俺老别白他呀么？嘎嘎嘛，你嘛抓了么？出就是过了个人家嘛，你嘛抓了么？我家老大他妈没他妈的阿多你出都给了的，他那是没，他那是我啥子么？家嘛那也有带呀嘛，起码我的个大个也不是呢，人家他是你妈妈做么？爸爸我说么？阿里俺们没过嘛，我爹嘛那错我吃药啥吃药，你吃药不是呢？人家过了个人家是呢，最软干了，我苦家了。你超市大嘛你嘛呀，阿里是你嘛俺老别白嘛他嘛，阿巴拉哈家米瓜别，韩国咋子是呢？超市大嘛你嘛就巴拉这别塞给你下咯，那把啥呀？女你么？老代表个一年女你瓜别，我苦干咯么？你有俺们有的出就说有的嘛家嘛阿就有的也是的俺们，有的也是。女你瓜别嘎个，么我苦个么我这个，侬在这大呀嘛瓜别乌山侬在面啦子巴拉咯，我这个巴拉咯，要家嘛呢，侬乌啥苦呢我点都嘞要家咯，阿巴拉哈那边超市大嘛你嘛就巴拉这边，乌山女你瓜别韩国咋子那嘛别个三个胡啦咯。